小姐，我来啦。什么人呀，在学校骑车这么快，赶着去投胎呀？有没有汪兰的包裹啊？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这个。是我的。这个，来帮我签一下，帮我签一下。同学，等等，我的快递。同学，等等，等等，同学，等等，我的快递。苗里，同学，你有病啊你！走路不看路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苗里，你没事吧？苗里，你没事吧？你快起来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你这人脑袋是不是有病啊？对呀，你这人有病吧你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受伤吧？我刚才在后面喊你，你一直都没有听见。我追了你很久。追我？不是那个追，不是那个追，是用腿追。不用腿追，你用哪儿追啊？像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不就想引起苗里的注意吗？玩苦肉计你也该玩准点吧？穿成这样你演戏呢你？不是，刚才在校门口，这位学长拿错了快递。这个才是你的。那个，既然开了，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学长，我的那个快递可以还给我吗？你的快递？这个我就放这儿了。拿走！等一下，如果你受伤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负责？你还敢调戏学长？用得着你负责吗？不是，学姐你冷静点，我说的是负责医药费。还有一个，还给你。谢谢。哎，苗里，苗里，你真的没事吧？你要不要去趟医务室啊？你这一期换风格了。是啊，你看出来了？挺适合你的。真的？哎呀妈呀，我的脸！喂，你早发现了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讨厌！我是小桃儿小姐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同学，你这是加入了动漫社？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同学，你情绪不正常呀？
看见和我住一起的人，太激动了。哦，一看你就是第一次住寄宿学校吧？像我呀，一直住寄宿学校，早就习惯了。以后还有什么事，我罩着你。不过学习上和生活上的，我可帮不了你啊。哦，那你辛苦啦。这有什么辛苦的？这些我都习惯了。哇塞，这都是你帮我收拾的呀？我就喜欢打扫卫生，别人要是不让我打扫了，我就自责。哦，好吧，那你赢了。以后啊，我们寝室能不能拿到流动红旗，全靠你了。小桃妹子，看着你怎么越来越可爱了呢？有种好熟悉的感觉。因为我们俩有缘呗。这句话说得好。我汪兰有恩必报。既然你帮我打扫卫生，我请你吃饭。好，我先把剑放下。我知道个好地方。啊？等一下，你的头发怎么搞得这么乱啊？好啦，哇，牛！谢谢光临。老板，来2杯啤酒。好的。啊，大中午就喝酒啊？哎呀，没关系，这不是庆祝我们俩成为好朋友吗？你主内，我主外，怎么样？好。可是我酒量很差的，人称1杯倒。我酒量也不好，没关系的。反正今天下午不上课，咱俩就喝点儿。反正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来2位的啤酒。谢谢。谢谢。来来来，为了我们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，干杯！干杯！耶！汪兰，你的大学生活有什么计划吗？计划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争取期末不挂科。啊，那多没意思啊！除了好好学习，就不想谈场恋爱吗？恋爱啊？我还真没想过。为什么不想啊？你知道，你喜欢的人也恰巧喜欢你，那叫什么吗？情投意合呗。那叫想象力。哎呀，不要这么消极嘛，也许姻缘已到呢。姻缘啊？我这个人，连朋友和亲人都很少，更别说什么姻缘了。啊，我给你看样东西吧。你看我的掌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我没有姻缘线，所以啊，我这辈子注定孤独。这不是吗？这里，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所以说嘛，以前只是姻缘未到。哎，你觉得今天那个苗男神如何？你别跟我提他啊，一提他我就倒霉。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自恋又臭屁的人呢？就感觉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得喜欢他一样。我跟你学学他啊。真是看够了你们这种肤浅小女生的套路，是不是很搞笑？在神的背后说神的坏话，不怕被神听到吗？对不起啊，苗先生，我给你擦擦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？
的伤疤。干你什么事啊？我怎么遇到你那么倒霉啊？你在看什么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他像我的一个朋友。我们赶紧撤吧。啊，酒还没有喝完，就剩刚才那个朋友一起喝吧。不喝了。啊，老板，那桌结账。好嘞，谢谢。天哪！结账。哦，有人帮你结过来。哦。那不是我们学校男神吗？什么什么男神？一看就是这样，大白天搞成这样，保准钻小树林去了。就你喜欢钻小树林。